everybody， 我是徐薇老师，我们要来微微笑学讲客家话喽。今天徐薇老师要教大家形容一个人很大方或很小气。首先第一句话我们来讲的是，他这个人很大方哦。这句话是这么讲的哟：吉呀上人懂台风，吉就是他，呀上人就是这个人。懂台风，懂这个应该是大家最熟的了。懂就是很的意思，台风就是大方。吉呀三人懂台风，哎呀，说得好，有天分。继续再学客家话会讲得很棒哦。再来，他这个人很小气，吉呀三人懂爱菜，吉呀三人懂爱菜。哎呦，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那个音？光听这个音就觉得好小气，好抠门。对了，念得很好。再来呢，我们说一个人是个大凯子，一只大肥羊，大家拼命的宰。这种人呢，凯子呢出手很阔绰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太胖你是不是一个太胖呢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太胖总是好事，朋友一定多嘿，因为他出手大方嘛。最不好是被人家说你是个小气鬼、铁公鸡、超抠门的，那个怎么说呢？贵你看到没？用鬼来形容你哦，贵就是超抠。徐老师认识一个人就是这样，牙签买回来哦，一定要把每一个牙签都折一半，一次只能用半只。嘿，这就是典型的贵哟。好，再来音课喜相逢。有的人哦，锱铢必较，超会算的。客家话怎么讲呢？很有意思叫做姜金内雕酸盘。姜金就是脖子。姜金雕就是吊着，算盘就是算盘，所以姜金雕算盘，脖子吊的算盘随时打一打。英文怎么说呢？ penny pinching。penny 就是便士。英国啊，最算钱的最小单位，所以100便士才1英镑所以每一个 penny 都 pinch 就是两个手指捏得紧紧的，所以英文的说法也很传神。penny pinching 就是指非常会算的，锱铢必较，也就是客家话的姜金内雕算盘。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学伟老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嘴巴借我，拜托求求你，跟我念哦。他这个人很大方，吉呀三人懂台风。他这个人很小气，吉呀三人懂爱菜。凯子爹、凯子爷叫做太胖小气鬼叫做爱贵好，有一个俗话叫做姜金雕算盘，就是英文的 penny pinching。我是徐薇，安子森，是梦怡，再见。